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处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爱上帝，是大爱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是要请敬拜团带咱来阿罗上帝。我们要再一次的用敬拜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的心要来切切的渴慕他，因为圣经里有讲到，人若喝了神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们先可以坐着一起来敬拜，我们可以先用祷告，或是我们也可以一起唱。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理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理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再一次的用台语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切切地慕你亲像露的梦的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主，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快乐的我心要多心要来讲予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希望你亲像露的梦的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的
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心所爱，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梦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主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能独独的来渴慕你，主让我们的心能与你同在，主求主你再次的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使我们不再活在罪恶当中，使我们的老旧生命都可以成为新。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做不配的人，凭信的救。你是圣灵来帮助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的救。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能胜过老旧的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的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
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永恒。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持续站立。即时，请咱犹原徛伫，重新来念新的诫命，来告白咱的信仰。咱坐下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纲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应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安尼三听。你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请大家来刻印，课文第3篇。我来刻，恁来应。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对囡仔甲食啉者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孝良伊。你予伊比天使你也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就是请大家同心来祈祷。咱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主宰，是大权能永远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咱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这新的主日，大家做伙要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乌乐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咱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的专心虔诚来敬拜你。全能的上帝，求你的命运，救阮脱离这罪的偷棒，互你的听内面，咱有毋安，无论咱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要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中，真侪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咱教会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你病院的人，求主医治伊，互因得到健康。有人有出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教会的种子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主用。也为着本教会会使行做一个有见证、恩典满满的活命教会。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也为着世界的战争会使平息，甲美国总统的选举为未来来祈祷，
也使咱的国家的执政者有够也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要愿主的圣灵降伫咱的中间，互你的话，小等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要请圣歌队来带阮来学罗上帝。即是咱来看上帝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10章的第13节、14节。我来读。安尼，扫罗死，因为伊犯罪伫耶和华，为着伊无守耶和华的命令，搁因为伊去找贵上新的妇人来问伊。第14节，也无问耶和华。所以，伊杀死伊，将伊的国归予亚西的囝大卫。以上，即是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真诚求问，信心等候。这些平安，请咱先酝酿一下吼。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将心里向旁边的人看一下，祝福他，用心里真正的祝福他。希望他一辈子都有神的恩典跟他同在。现在大家做一个祝福给白讲，阿门，平安，上帝祝福你。出于你的心呢，我们祝福别人，一手祝福别人，其实所有的手指头、四个指头都在祝福我们。祝福别人就是祝福我们自己。那你点到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随时祝福别人。我们用恩典，用慈爱，我们用信心等候上帝。我们要真诚的跟上帝祈祷，跟上帝求问。我们开始这一季这一季我们都要用那个历代志，然后最后用耶利米。历代志如果你去查考历代志，你就会发现到什么？你也只讲一件事情：族谱，亚当生塞特，甚至以诺生马多沙到最后。生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好没有意义哦。可是怎么会没有意义呢？接着我们看到，我们中间有2位陈先生、陈炳煌、2位都现身。你们2个不是兄弟吧？你2个兄弟啊，那个叫主席要讲出。那我着咱的小姑娘都歹讲，袂再讲小姑娘咱的你弟了你后带伊的朋友来咱都足欢喜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所在，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所在。
每一个人到这个所在，上帝都祝福恁，阿门。只只你都无相信这样代志。今仔日咱的即摆赞美咧带，我的心切切羡慕你，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渴慕你，像鹿切切渴慕溪水。其实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那种充满，跟神不晓得怎么交代。那时候我静下来，我后面突然有个声音，很美的声音，就一直唱出来。我转头一看，哦，原来喜欢他敲我。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上都留下他的奇迹。我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医生跟我讲，我剩下5年。其实紧张的是我的家人，我一点都不紧张。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跟上帝见面。5年过去了，105年、106年、107年。现在已经113年了，我不晓得还有多少年。那就说，哎，你又发现又有1点了，然后你要定期追踪检查。之后我人就不见了，我已经3天没有检查了。然后他说，哎，这边又有1颗，可能会转移哦。然后医生说这1颗会慢慢长大，慢慢长大。那天我突然一摸，缩小了呢，那不是长大，快不见了。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在上帝，我的心切切渴慕溪水，如鹿渴慕溪水。我的心切切渴慕上帝，你如鹿渴慕溪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值得说我们比上帝更伟大呢？族谱。有一个老牧师，他快死掉，临终的时候，你特别死的时阵。就跪膝的时阵，他的年轻的祭司牧师到他的面前，跟老牧师讲：“我跟你念一段经文好不好？我读一张圣经找你听好不好？”老牧师好高兴，你跟我念历代志上第1章，你跟我念历代志上第1章。那个年轻传道说。你没有叫我念的经节，你竟然叫我念历代志。他就把圣经翻开，亚当生赛特，赛特生赛特，生，念到亚伯拉罕。那个老牧师微微一笑，上帝都记得我们的名字，上帝也会接我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兰一样，到牛奶与蜜的地方，走了。上帝会接我们到牛奶与蜜的地方，你死后要到哪边去？师父很重要。林清良生建会，生慧玲，生，然后他们又生仁祥，又生那个仁君，又生那个星辰啊！我们的那个陈俊旭长老，胆金又丢了，的生那个陈国义又生哇，一代的，我就想到说，有一天上帝说蔡天贵生蔡崇义，蔡崇义生蔡尚恩，好美哦，好美的一件事情哦。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所以我们经常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没有讲亚伯拉罕而已哦，会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代一代。接着我们今天陈先生哦，我才知道他从三重埔哦坐225的来，他儿子在三民书局里面去接他，那是一代接一代把他传过来，那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在历代志里面所记的，如果说等一下。以后我们开始查经会查历代志，说好无聊哦，就是一直念人名哦，那跟查列王记一样哦，查撒母耳一样哦。那最后那个以斯帖跟那个历代志也有一点重复。可是历代志特别为什么要特别查历代志？也是其实讲了一件事情：神与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让人与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跟神有时候是隔绝的。当我们有困难，当我们遇到事情，等咱都有代志的时阵，我们就跟神求靠啊，兄弟啊，你说吧。可是事情解决了以后，忘掉上帝了。
我们经常有困难的时候才去寻求神，可是我们有没有真诚在求问？昨天敦化教会有那个张牧师娘吼，妈妈贵姓啊？有请贾希元牧师，贾希元牧师爱甲叫阿姑啦吼，爱叫阿姑，叫伊正道。基督，早有去的人可能就知吼，讲一个例足趣味的，伊讲一个人吼，那个人一个信徒，他到天堂去，天堂的天使就问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进天堂？你有什么资格进天堂？”他说：“我当长老我1/10奉献我每个礼拜我说的聚会我都参加讲得好像很自傲。我说一定会上天堂。”那个天使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做的这些东西都还不够你回去，但是你会再来，记得你再来不是我值班值班可能换别的天使的。记得我偷偷告诉你，如果他再问你同样的问题，你有什么资格上天堂？你记得跟他讲什么？讲我老爸到底来对，我的阿爸就在里面呢。我的阿爸在里面，我为什么不能回家？”昨天那个谢牧师这个讲到，我讲在座有趣的人可能都有体会到，真的我们为什么现在做礼拜？因为我们回神的家，回阿爸父神的家。这个家不是谁最大，讲道者最大吗？小提琴的最大，司琴最大，敬拜长的最大，都不是。阿爸父神最大，阿们。这就是阿爸父神有一天，当你时间到了，就像我随时在准备。所以我跟太太笑说，如果今天我突然睡，昨天很热嘛，我们很少吹冷气，我们家很穷所以很少吹冷气所以昨天就真的是第一次吹冷气看看，当然把它转的温度转得很高，本来转29度，我觉得太热了，又转成28度。吹冷气，我太太说昨天我睡得很好，我说没关系，如果我睡到一半，上帝叫我走，我很高兴。我更高兴是有一天我在做礼拜做到一半，如果我走了不要接着惊奇做到一半我就倒下去，你们就感谢主，上帝找我走了，因为我要去看我的阿爸父神，那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永远跟上帝住在流奶与蜜的地方，捞起来最美的地方。你在世上能够多久？争吵最近为了那个立法院行事之前行事，我们监察院跟立法院2个几乎闹僵了，他扬言删除，要把我们的预算全部删除掉。就最高兴的是我们因为照规定人事预算不能冻结所以以后我们大概要准备咖啡跟茶，因为我们不能没代志当做啦，没有调查权的嘛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唯一的只有领薪水而已所以看能不能全部删掉。以后我们以后就准备明年开始，就每天去上班领薪水，然后喝咖啡跟茶。我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相对的，我们再想想看，你们要真心求问，你对神有怎么样？人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人会面临足多选择像今日就好你选择要来做礼拜，还是要我们热死？去做礼拜我们热死！礼拜是有冷气，无唔对，咱行迄条路，足忝的。连做礼拜都要选择呢。你看我们那个吴金生执事跟彩文姐过来，不容易呢。这一趟旅程也不容易耶，好热你看我进来，满头大汗，但是高兴，因为我要回去家，就像你想想看，我要回去跟阿爸父神亲近。有一天，我们世上的肉体死亡，我们可以跟天父在一起，多美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接着民生这里很多的交叉路口，台语一句话，都叫做进无步，退无路，有听过无？怎么着呢？我们前进也不是退后也不是，进无步，退无路上帝怎么办突然我长得太英俊潇洒了，一大堆女孩子在追我，上帝用头刀剑到底哪一个女孩子可以做我的太太？我们现在面临了很多的抉择。我觉得在德仁企业刚创业的时候，他也会面临很多的抉择，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好累你想想看，为这些失婚的，为这些第二度就业的，为这些整个的家庭，慢慢的
能见度曝光了，台北市政府看到了，台湾公报社也报道出来的，慢慢累积耶，不是一触可及耶。你觉得一辈子会顺利？不见得哦，这是依靠上帝。那时候面临了很多的抉择，你是否曾经安尼感觉啊，遮侪选择啊，感觉灰心啊？我都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你活咧要创爱啦，死咧较好啦。我们经常会面临到，人生好多的抉择。今天我有北一女，我有维格高中、延平高中也在招揽我。想想还是北一女好了，每天可以去看总统。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个那个姐妹要去念北一女的啊，好可惜，以前如果在师傅，每天就可以看到你。那是好多的抉择。我毕业了，我到底要怎么去工作？我去做怎么样的工作？那是面临很多的抉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四处碰壁的。你做广告的，那个今日只是说我们今天是广告协会的秘书长来，因为四处碰壁耶，广告越来越难做。以前呢，就是在以前有纸媒，以前有电视啊，就是电视有广告，纸媒有广告。现在的广告啊，不得了啊，都是网络哎，这谁拿走？都是 Facebook、Meta 还是那个 Google， 他们全部拿走了。我们台湾就吃人家吃肉剩下的汤给我们喝一下而已，越来越困难。做个基督徒，你有什么抉择没有？你是个基督徒，你今天面临了4口的选择。我是个基督徒，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信上帝？我大概继续信耶稣。现在说每个礼拜要做礼拜，我每个礼拜可以玩了好久，好多地方哎。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到，你每个礼拜做完礼拜，你的心灵完全经过洗涤，整个心灵完全规个心拢总无同款啦，足快乐的，完全无同款的一个境遇，好歹的境遇。咱人时常三心两意呀，心怀二意。你会记咱顶一个黄仁勋，美国的 AI 教父，穿着黑夹克，找林百里跟张忠谋生平一辈子第一次逛夜市，那夜市来走一走，一大堆人。之后，各位有没有发现，股市涨了好几千点呢？有人跟我讲啊，早知道我就去买 AI 股，省了奋斗了好几年，我就知道张忠谋一来，我就赶快去买 AI 股。他来了2次，2次都涨了好几千点。可是川普又讲了一句话：台湾要交保护费。股市又跌了好几千点，早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啊，别看扎灾嘞，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早知道。我以前在盐水教会牧会的时候，盐水教会旁边有一个牛墟叫做善化，我们很多会友都在那里，我们每个礼拜都一趟的会友，那时候生活非常的偏僻，那房子几十万就有，不要说几百万，几十万就有，只要台积电。听说去上方那边又开始扩产，地又开始飞涨。会友打电话来，错掉了啊！当时伫咸水哦，我一直叫你去买迄块田哦，即摆迄块田哦，价值变偌济呢？我们的各个教会就是基安丁的各个教会，就是基安丁引导的对面吼。基安丁也是上帝很祝福的人呐，反正基安丁都不来，讲伊派会拢不要紧。伊今天他去基兰街教会，他们那个为了那个恩友中心，他们去基兰街教会。基安丁吼，引导的对面一间厝，迄说阿伯阿姑讲要卖因的，迄欠钱，基安的人他心较好，他心不错，你欠钱，那我就借你钱嘛，好了，我就跟你买那块地。那块地买了，说实在，刚开始我去看的时候，也觉得说，这块地要买吗？这块地看起来就这就没怎么样嘛。之后在对面，就是那个王文章他们的旁边，是吉安他们的对面，又有一大片地，1300坪，要卖。本来说吉安说跟他阿姨他们要去买，他想说教会说他们也要买，那教会要买，当然给教会先买啊。所以，各个教会有1300坪的地，准备盖了1亿5千万的教会。1300坪，谁想得到？听说台积电要去太保设厂，哇，地价飞涨。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人生财务你能赚多少？
有时候太太会经常跟我开玩笑啊，当初我们在过过也有一块地3分地啊，那时候我爸爸伫贵高吼，那无花也有买那个回友卖也3分地，爸爸拿卖掉了，啊，一直拿不卖，安那拄安怎？我讲早知道哦，那时候101哦，我们有100坪哎，如果留到现在的话，看多少钱？不重要啦，上帝给你多少就是多少啊，上帝所赐福的就超过你所思所想的。上帝给你的就是满满的丰盛，不要去计较这一些。当你全心求问上帝，上帝就会祝福你这些东西呀、所以，老雅各告诉我们，心怀恶意的人所一切路上都没有定见啊，这个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在我们的何西亚，看到何西亚也很好玩哦，何西亚就娶一个妓女哈，上帝就叫他娶个妓女。他就是一个非常顺服上帝的先知。他说他们心怀恶意，上帝就定他为有罪，连他祭司都不给他祭司。我们经常没有以主为中心，以主为大，我们经常是自靠自己的能力。靠刷帮靠人斗，只有靠上帝的人永远不会倒。不要忘记，你在这辈子里面选择，上帝有给你选择的特权呢。所以你说那上帝才不公平啊！当时就不应该叫亚当选择那个苹果嘛，就不要吃那个善恶树就好了，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不叫你做动物就好？动物也很多动物也没有思考啊。上帝叫你没有选择权啊。上帝要人有选择权，所以在天堂就是有生命册的人，命册底下啊，上帝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跟你连结，我是你家里的宝贝。生命册我有我的名字哎，天主一番哦，有蔡宗义有你会常常看我老爸哎，你阿爸在里面，阿爸父神在里面，多美的一件事情！去那边哦哟，进入丢入你家哦，程序长老不没啦，不用丢入不苦嘛，你家，好好玩，大家都在一起，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想想看，当初上帝亚当夏娃在选择的时候，亚当选择什么？其实善恶果，所以人会死哎。我们被赶离埃甸乐园，我们跟死在一起，我们跟上帝隔绝。亚当夏娃老，所以我们跟上帝隔绝，我们心里就埋下那种仇恨、恶毒的种子，就像以撒跟雅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以撒跟雅各。那时候那个爸爸都会对长子做祝福，所以。大囝其实古今中外都一样，大囝都是得到加倍的祝福。这大囝不是讲上大的迄个哈，大囝是大汉后生囡仔叫做大囝，啊无阮上阮应该是上大汉的，但是伊不是大囝。当然，在咱基督徒内底，这个并不重要，因为跟上帝连接更重要。可是以扫为了红豆汤，我巴肚就要为了饼给红豆汤哦，怕咧。那个打擂打得好累好饿啊，所以他就吃，就那个雅各就去煮红豆汤给他变。讲你若卡说吃咧吼，你大囝的名分爱上我哦。结果以扫选择什么？选择红豆汤跟饼啊，他丧失大长子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是雅各的后代，大卫的后代，一直存下来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的人生在你的人生的十字路口。请注意听这句话：你的选择是什么？在你的人生十字路口，什么是你的选择？不要忘记，我们在看《列王纪》的时候，就在记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经常说三心两意，那个背后带的是什么？疑惑跟恐惧耶。当我们心怀恶意，这个对吗？哎呀，早知道我就做这个。哎呀，早知道我就做这个。凡事难买金钱难买早知道。那要栽，要栽，要栽，我你多好也是要宠爱。王永庆，我4年前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还不是配头刀。大家都喝红酒，伊改一啉米露，不啉米酒，迄个海头啊，米酒头，因为王永庆习惯啉米酒头啊尔。但秘鲁啦，伊嘛就搞啉秘鲁。阮大拢食啊足好，伊食迄。那阮会当去路边摊，我们可以在路边摊吃大米、担仔面。
王永说应该很好吃哦。奇怪，他们买进来的担仔面都不好吃？我讲迄个味无共诶，你坐到路边食大米吼，行到恁兜食大米吼，完全无共款味啦。你要相信无？在路边吼，在夜市啊，坐咧食大米吼，偌好食呢啊，多好吃诶！那个担仔面，你会觉得哦，喝到最后你会把整个汤喝下去。如果把那个担仔面移到王永庆的他以前那个台塑最上层有32桌。都用电动按的10桌很大，你就觉得不好吃啦，一点都无好食，上无嘛无迄个味。你夜市啊，若拢无人吼，都无味呢。菜市场为什么传统市场还这么兴盛？传统市场有人味哦，大鱼啊，大家哎呦，我送你来哦，今日买鱼啊，买毛。我最喜欢陪我妈妈去逛菜市场。哎呦，你人鱼得来哦。其实我妈妈就是。希望带我这么走一趟，因为那时候我考上法官不久，我妈妈最喜欢带一趟。哦，今天要等恁做法官的后生哦，哦，搁谁个家引导？那时候还不是现在哈，那时候还算像点人一样。哇，完了！其实我妈妈没有买多少东西，可是这么走一圈，所以我妈妈每次都来，其实家里已经有菜了。咱来市场买菜，我嘛知，我就脚踏车徛咧，甲阮老母载咧，载来市场怎洗一日。哎呦，你这好，第一个做法官哦，蔡老师，我爸爸因为叫蔡老师啊，生死娘啊，哦，你真好生哦，他们给个生几个啊？可是就父母的高兴，我就这样陪他走，就带着东西。我们走着做基督徒，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基督徒，你要对齐上帝，跟上帝在一起啊！你这辈子会觉得很安稳。第二个，我们要求问，你要求问什么？7月快到了哦，等下个月我们就什么？7月中元节，7月的时候鬼门开，哦哟，好可怕哦！鬼门开的时候，晚上不能留长发，太太记得头发把它绑起来。我太太现在剪得比较短，不好意思。你剪头发的时候，我有跟你说你很美哦，现在也一样很美，不要忘记。那个留长发啊，人家会误以为你是鬼啊，所以不能留长发啊。那7月的时候不能晒衣服啊，一大堆的禁忌。基督徒有什么好怕的？那个我们求神问卜啊，举人报告，我抽到上千，没问题，这是学测。我不必念书，我一定能够考上北女建国。结果我跟你100%保证，你不念书，绝对考，你绝对可以上北女跟建国的补习班。不要觉得说，人还是要努力，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当你尽你的全部努力，上帝会动工啊。你依靠上帝，但是你还是要努力。上帝就会自然动工，我们就看到很多那个，尤其有那个算命一条街，在那个对，我点去参观的，那个看那是龙山西下呢，整个街叫做算命一条街，大家都要抽签卜卦啊，少年哦，来，我看你相貌堂堂，我发现讲少年呢已经40当前人家叫啊，真拢无咧人家叫少年呢，40年前人家还有说少年仔。少年的来，真无啊啦！少年的，我口罩给他拔起来，我敢少年的。你算命都唔知影讲我几岁人啊？跟你少年的，可能是口头禅啦。我讲，你会做大官哦？我讲做大官啊，上大来做啥物？哦，我来讲，你以后做大官吼，会当做一个干任的。我歹势讲，我干任要做20班啊，会当做一个干任的。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尤其那个，我们以前有一个叫白龙王，现在死掉，他女儿继承位叫做黄龙王啊，我能不能叫蔡龙王？好多香港电影明星都要去求白龙王。我们看到以扫，历代志的时候，这一节经节里面在告诉我们以扫跟大卫的事情。以扫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第一个君王以色列人讲上帝啊，你甲阮立一个撒母耳讲还一个君王啊，撒母耳讲伊拢不爱我，他不爱我。上帝说他们不是不爱你，是不爱我，所以他们就去找一个以扫。以扫人高马大，比人高一个头哦，
很健壮，又很谦虚耶。所以他的爸爸跟他取一个名，他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哦。他爸爸取一个名叫做扫。什么叫扫罗？不是以扫啦，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的名字叫求问，他爸爸希望他任何事情都求问上帝。什么叫求问？祷告、祈求、寻求上帝的旨意。求问、祷告、祈求、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个所罗王有没有照这样做？刚开始有所以他一直打胜战。他去跟亚扪人打胜战，他打了胜战，以色列人好高兴，哇，这个王太棒了。可他到晚年的时候开始猜忌，他知道上帝他最喜欢的儿子叫约拿单，他以为上帝会将王位传给约拿单，结果上帝叫撒母耳另外高立一个什么几个小屁孩叫大卫。上帝在做什么啊？在搞什么？应该我的儿子人高马大，英俊潇洒，应该我的儿子才对。说上帝嫉妒大卫啊，甚至2次要刺杀他。他嫉妒大卫之后，他开始有如果照我们现在来讲，是重度的忧郁症，每天疑神疑鬼啊，鬼要来抓我，要来抓我。结果他们就找一个小孩子，一个年轻人去弹琴。那个年轻人是谁？大卫。他找大卫去弹琴，大卫一弹琴，弦他一直是弹弦，保罗心就静下来。那人家跟他讲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要做以色列的王，怎么可以？嫉妒心，所以他开始要刺杀大卫。人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时候就是嫉妒。然后呢，这节经节就是今天我们的金句，也是我们的主要经文。大家用国语，我们一起来一次，好不好？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扫罗死了，扫罗死了，好像很简单。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个历代志跟撒母耳记，你就知道说扫罗是打仗跟约拿单去打仗。战败啦，那之后他就受伤了，他叫他的侍卫跟他杀死掉，侍卫不要，他是自刎，就自杀，死得这么凄凉。然后上帝刚开始，他爸爸跟他取的名字叫做求问，扫罗 Saul 求问，结果他求问是鬼神呢。他没有求问上帝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求问上帝，而是求问什么？求问那个交鬼的妇人。所以就是有一个人跑上来，大家在研究，那个是真的是撒母耳吗？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说他求问的对象不对呀。我们经常有时候求问那个逢庙必拜，他有求有保庇，有求有保庇，有庇佑。所以我们就一直问呐，那个去妈祖也好啦，观音菩萨也好啦，什么也好啦，一大堆佛祖也好，我上帝也好啦，那个释迦牟尼也好，反正我们求问了好多人，总是会对一个吧？上帝不喜欢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上帝不喜欢，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而不求问上帝。上帝只喜欢说，你求问我，我就祝福给你。你交给我，我就祝福给你。可他没有求问，所以上帝让他被杀。第三个，求问上帝。上帝跟他取这个所有的名字的时候，叫他求问上帝，结果他没有求问上帝。所以，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有时候人自觉自己有能力，就不会依靠上帝。我很厉害，我做决策，我是公司的董事长，你看我的决策都对。我去这边设厂，这边赚钱；我去这边做什么，这边赚大钱。我去跟人家做这个交易，你看我就赚大钱。人生赚大钱，我再讲一次啊，我鼓励大家赚大钱。有的牧师说我们不要讲钱，谁说不要讲钱？上帝祝福你就祝你赚大钱也是对的啊。但相对的，上帝祝你赚的大钱是正当赚大钱哦，而不是投机取巧的赚大钱。更重要的是，你要侍奉上帝，你要将你的钱财用在有意义的身上。美国很多的富豪，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能够挪退，他把的钱财全部献出来，他赚了很多钱，可是他
慈善事业也做了很多，赚到钱非常好，但是你要行善。更好的是要行善。我们现在有很多公益广告协会，我们有多公益的事业，尤其我现在所在国家人权委员会接触很多的人权团体，他们说奉献自己的生命呢，他们没有赚大钱，可他们将他们所有的奉献出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在服务，那个才是上帝所喜欢的。上帝不是喜欢你我赚大钱以后，你看我做了金山银山，连我的碗筷都是金子，碗筷金子跟碗筷用那个瓷器最便宜的吃的饭有不同吗？我觉得瓷器吃的应该比较好吃的，用金子吃的话，大概没办法吸收那个，反正不好吃。以前华西街，我想现在有没有？因为好久没去过了。以前的华西街有一个叫台南那个餐厅，有没有？都做那个大米，有没有？担仔面，现在还有没有？哇，那个可以吴长老经常去，你看他点头很快。哎，我想，你下次去的话，记得带我去一下。我好久没去了，大概30-40年去过一次。刚去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去过一次。听说了，现在有没有改我不知道。当时去的时候，碗筷都是空金的呢，整个碗筷哦，东西空金空银呢，那个碗筷都很值钱呢。你觉得那么好吃吗？吃完以后，我跟旁边的人讲说，边啊吼，华西街夜市内底啦吼，有一间，如果边啊有打米，我开一下边啊的打米，用去食到较有味，一道涂骹电拢出来，啊哪食啊哪老瓜哪本拢，那个才叫吃东西嘛，哪有吃东西这端端正正的，那个不叫吃东西，那叫虐待自己呀。所以相对的，你到底要什么？所以甚至说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被指示他当选的道路，记住哈。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让他选择当走的路。当你在徘徊啊，你唔知要怎选啊，你啊是耶和华会给你指示你要怎行咯。请你记住，只要你求问耶和华，他会指示你。最后信心等候。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有祷告啦。我也很静心听一下上帝讲话，可上帝不理我。你不要觉得上帝成经常不理你，你祷告没有得到应允，有没有？哎呦，我这么认真祷告，上帝怎么不听？我又祷告，上帝又不听，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啊，不理你的啦，上帝假的啦，上帝骗我。啊，上帝有没有骗你？你不要笑得那么那个。上帝不会骗你，可是上帝时候还没到 ，timing， 你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上帝叫你耐心等候，因为你在耐心等候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寻求你，施恩给你。不要忘记，上帝会施恩典给你。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耐心的等候他，而在等候的之中，你可以培养你属灵的气质。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在等候的时候，你自己本身要将你属灵的气质提高，你要让自己觉得跟上帝非常的亲近。等上帝看你完全曾经向着他，可以上天国了啦，会当去找你的老爸啊。那时候，上帝会应允你所求，也许会超过你所思所想的。上帝不是说我今天跟你求东，上帝给你东，上帝可能觉得这个东对你不见得好，给你西。那你觉得不对啊？应该东嘞，可是西，等几年以后说，还好是西。所以上帝会给你所思所想的，所以你要信实地什么，坚守等候他的信心。今天我本来要讲一个比较寓言故事，那我现在车上讲给我太太听，我太太跟她讲说，这个讲起来有点荒谬，那我们下次再讲好了。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见证，一个亲身的履历。在西安教会有一个，你说小屁孩也不对，就像你们年轻人一样，他在中山那个大学毕业以后，那时候台南有2家，一个是联电，一个叫台积电。台积电是从联电分出去的，联电已经比较老了，比较大，所以进去的话只能够当一个工程师，但是待遇很好。台积电一样，同样的待遇，但是台积电刚成立不久，所以规模比较小，但是职位比较多，因为成立嘛，没多久，所以他进去可以当小组长。可是台积电的前提是什么？非常听说那个张忠谋中鸟毛的啦，
一点瑕疵都不行。所以进去那边哦，也要带 BB 扣。这 BB 扣你们大概很少看到哦，知道 BB 扣的人大概都超过50岁了吧？超过 BB 扣，知道 BB 扣的人请你举手。啊，完蛋了，你都超过50岁了。现在那些人哪知道 BB 扣？连黑金刚都没看过，带 BB 扣，24小时待命哎！爸爸刚讲，他爸爸也是个长老，说啊，你怎么去选择这种24小时要待命的？啊，你的生活都……他说哦，没关系，就是我们在青年团契里面，大家祷告说你要去那个台积电或者要去那个联电，大家祷告完以后，全部坐就那个西安教会是。那个圣歌队是坐在后面的，全部就坐在那边，整个青年团体就坐在那边，大家祷告都没有互相没有任何联络，大家都分开在那边祷告。祷告你有每个人拿一张纸，说你祷告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跟你讲话？你觉得以前讲说，上帝给某某人去联电，给某某去联电，心不平安；上帝给某某去台积电，心很平安呢。所以大家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完以后，2个小时，很久哦。其实，在西安教会，他们那个青年祷告团2个小时不久，有时候他们祷告半天。啊，祷告完之后，大家拿一个笔，全部跟他写台积电，他自己写联电。他说台积电真的好摸，大家都劝我不要去台积电，听说那里好苦哦，每天要带 BB 扣。我从台南赶到以前在南科又要好远，有时候半夜接到，你看我又赶去那边。可是听说联电已经比较有规模，比较稳定。虽然说还是要带 BB 扣，但是晚上很早找人，所以去那边哦，薪水也一样，而且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以前都发股票，现在好像很少在发股票了。好像没有，还是很少，不知道。以前都发股票，那台积电跟联电的股票差不多啊，但台积电发的比较多，因为它新成立没多久，要赶快把资本扩张。所以他发的股票比较多，联电差不多1半股票，1半股利，股利就现金嘛，就这样，哇，慢慢来，之后他开始说我要全心服侍上帝，所以他把台积电就辞掉了，就做个短宣，就专门在宣教的工作。几年以后，他几十年以后，我们碰面了，我就想说，听说联电现在股票啊，说什么1000块啊，上千块。那联电多少？台积电1000啊，台积电1000啊，联电现在50出头，真的假的？不信你去看。我听我们同事讲说，哇，他有2张联电，哇，他有2张台积电，一张啊就100万啊，有这种事哦。我说，哎呀，你好亏哦！你看你吃掉了，我台积电一张。他说，太长老，你错了，现在没有在发股票，要的话自己买。我们那时候都发股票，可是因为我要出来传道，我觉得钱对我已经不那么重要，所以那些股票他完全没有卖，就把它放着，也不是保存起来，就把它丢着就对了。以后变成有一个集保，以前是发股票整张的，就变成拿去集保公司去把它集保就丢着，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几张。有一天，他跟他太太每天也是这样生活，因为总是他们有一些退休金嘛，他们还有留一些钱，他家里在做瓦斯啊，也可以有一些钱收入。他太太跟他讲说：“哎呦，听说台积电已经有500-600块呢，我们家到底有多少？去看看。哦，他们家有算几百张呢。”他说：“我们真的几百张吗？又看看，我真的好几百张呢。以前不是好像20-30块吗？不是啊，那个是20-30，那是3-4年前呐、现在已经有500-600块，听说现在已经1000块了，真的假的？真的。然后他现在很高兴，他说反正钱是上帝的，刚好要隔壁买教育馆，他就把它卖一半，就去建教育馆。还有很多钱啊，还有几百张啊，一张就100万啊，如果4张的话就1000万啦。他应该超过100张以后就1亿呀，他一辈子都不会想到他有1亿呀，所以他酸得眼破烂呐，很高兴，全是上帝的。最后来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真心求问上帝，求问、祷告、祈求、等候上帝的答案，然后你要静心等候，又信心等候，上帝会必你成全。
而且上帝的成全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我就问他说：“当初为什么你写联电没有写台积电？”他说：“所有人祷告，其实我的祷告也觉得是台积电，可是我觉得我就是很不喜欢去台积电，听说那里好苦哦，所以我写联电。我看上帝会不会感动，让我去联电？可是所有人都写台积电。”我想说好了，既然你都写台积电，其实我心理上也是台积电，可是我就写联电，看你们能不能都写联电。而大家都写台积电，我鼻子摸了就去台积电报道。开始苦不苦？我们经常聚会到一半会听到他比我call up，哦，完了，我要去了，对不起啊，我走了，叭就开车去了。刚开始很苦，可是等他退下来，他现在什么都不必做，就光靠那些股票的鼓励，他就可以每天在教会做很多的侍奉。谁知道？早知道，我告诉你，早知道的话，我那时候可以买1000张台积电。你相信吗？一张2万块，我买个1000张2000万，我房子不要买就好，对不对？啊，就你有没有买台积电？没有，哎呀，你们早知道。又怎么样？我有1000张台积电，1000张应该算几亿？1亿是不是？10亿。10亿还1亿，不敢。我反正我有1000张台积，又怎么样？我还是这样过日子啊。如果上帝当时我有1000张台积电，那个100年手术完之后，105年我就走了。我那1000张台积电做什么？修做运作的没有，一点用都没有。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女儿，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他也不需要我的钱，不需要我的钱。我拿做什么？说你可以献给教会啊，但都不要讲这种大话、啊。一天到晚说讲献给教会的人，献的都最少。那没有讲的人，献的都比较多。所以每个人记住要真心求问，信心等候。来，我们来唱一首歌。来，耶稣，你疼我。耶稣真正疼咱，伊真正疼咱，咱每一个人知影讲，咱伫面前到底应该做啥款亏？风雨都已来，风雨都已来，心底下啊，他们刚才在那边都前面得啊，手里跳。
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爱我们。当我们在面临人生无法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求问，我们选择求问我们的上帝。我们跟主耶稣站在一起，我们有信心等候你必给我们成全那最美好的恩典。请坐。这时，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哦，没有准备的不要特意，好不好？没有准备不要特意奉献，好不好哈？奉献是甘心乐意，不要没有准备的，不会觉得尴尬，都不会哈，我们就赶快过。请起立来应奉献诗。这时，请大家来吟诗信诗第389首。吟诗后，请蔡长老来祝祷。Amen.
谢满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充满在你每一个人身上。愿上帝人民慈悲、慈爱、稳定对恁到一世人，互恁永远徛起伫摇花真水的厝。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来我咧报告。后主理有事奉者，请准备心。我来看消息报告，我简单来报告吼。第3点吼，本会伫8月初4吼，下晡的1点半，在建成国中体育馆哦，有要举办这趣味竞的运动会吼，趣味竞赛运动会。欢迎邀请大家会使邀请朋友吼来参加。因为中间有要准备点心啦吼，所以麻烦讲，若是有确定要去的吼，你今日离后壁的公布栏吼来报名吼，因为你要统计人数，要准备点心吼。好，今日的礼拜后吼有小组的分享吼，分享的进度是新眼光读经的希伯来书第13章吼，历代志上吼第1章到第7章哦。那等一下我们会请哲博执事来替我们导读。在导读之前吼，我来介绍我们今天有3位新的姐妹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礼拜。那首先我们这边有林美君吼，还有另外一位，这是为高雄来的朋友吼，是张老娘带来吼，那起来吼，哇，老朋友啊，70年的老朋友，我细汉就熟悉啊。恁就老皮就做伙啊。好。还有一位是晋升执事的亲友吼。叫陈炳宏陈弟兄吼，来卡吼 ，OK。小等下会使吼，阮会后会使甲这3位来交流吼。好，即马请哲博执事来替咱来做小等的小组的分享的导读。咱即礼拜是进入即个希伯来书上尾1章吼，抑个历代志的第1章到第7章，拄好历代志迄个拄则嘛，迄个蔡长了讲台信息有甲咱有一寡提醒，我是针对希伯来书的部分，其他上尾章嘛，我先帮大家个这样回顾啦吼，回顾即个希伯来书甲所以迄个13章的介绍。其实伊13章是迄个上尾章吼，就是迄个算讲是劝勉吼，即个作者对迄个咱基督徒的劝勉。伊是第1章到第12章咧，先咧铺陈，铺陈就是讲伊有一寡重点啦吼，就是讲主要就是讲迄个耶稣的超越性吼，就是讲耶稣伊是就是讲对旧约的已经有一寡迄个伊的象征吼，伊的他的一些预表吼，那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那所以，这个作者他就是很详细的在介绍这个耶稣为什么这个新约吼，耶稣的这个立的新约是比那个他们旧约以犹太人在守的旧约还要好。那所以他就劝
这些犹太基督徒说，你们不要真的不要再走回头路这样子。那他在第1章的部分，他就先介绍说耶稣是超越天使哦，因为犹太人有天使崇拜的啊，所以他先反驳这个，然后再来就讲到他们的祖先哦，就是他犹太人很崇拜的摩西跟约书亚，他也说那个耶稣是比摩西跟约书亚他们的所立的律法跟那个安息都还要都超越了。那再来就是讲到祭司的部分哦，就是耶稣那个他是就是那个祭司本来是利未人的那个制度哦，那个利未人还当做那个祭司嘛，祭司啊，但是那个耶稣是那个麦基洗德等次的那个祭司哦，已经算讲是上完全的，啊个那个等级是已经是上帝亲自那个上最高等次的那个祭司，啊个伊的献祭嘛是，耶稣本身是无做，啊个伊是亲自用家己的血来献祭，啊这是果效是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这样子。啊，然后就是讲到这个约，就是说犹太人他也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那上帝既然是永远不变的，为什么我们就还是守旧约？反正上帝还是会祝福旧约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去那个守这个新约？那其实旧约里面那个耶利米早就其实也已经在旧约里面有讲说，他将来要那个神要跟你立一个新约，是那个写在新版上的。那所以他这中间还有很多那个这个作者很有趣，他就是会一直一段论述，然后一段劝勉，一段论述，一段劝勉，这样一直交叠，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第13章的部分，就是那个都是劝勉了。那就是他讲到对不起，中间漏掉，他是后面就是开始就勉励说你要持守你的信心。他讲到很多信心的典范，那然后讲到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我们是得了那个不可震动的国，那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些应许，那我们就是要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上要表现出来。那所以13章的部分就是在讲到这些我们要怎么样有哪些的行为教会生活。那这些其实都跟迄个保罗迄个咱伫保罗培训其他的迄个著作内面拢看会到啊，包括讲迄个向圣徒显出爱心接待外人，尊重婚姻然后不可贪爱钱财顺服领袖不要中了那个一些异端邪说被引诱了，然后要就是与神一起受苦。那然后我自己也讲一点自己的心得就这段时间那个在准备这个希伯来书，那我是觉得希伯来书真的是一卷，它就是引述很多旧约的东西，所以他把旧约跟新约做一个很好的连结，然后它里面的很多劝勉真这宽面东西那个怎么讲一针见血然后
非常的很激励人啊，就好像他自己那个经文里面家己说下来，等于讲上帝的话是那个双面的剑哦，可以那个剖析人心的所以另外他就是讲到那个对教会生活的一些那个教导哦，也是都是非常的实际。那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那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说这一卷书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啦，就是说很多信心的典范哦。那我们也可以还有很多，为主怎么样受苦啊，然后这个我们都在小组里面都还可以继续来讨论。那我们介绍到这边，谢谢。这是美道必辉，那请信歌队来为咱来唱旧歌。大家互相平安，大家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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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